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1980，1980这个小说，我感觉嘛算真精彩啊，所以来做伙读。我淡薄时间来甲一寡连结分享者。当然，迄个画面的部分，我就直接打伫迄个信息栏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会使拢参考啊你可能要来读这个245页吧，第2版的这个部分。这本无好读，不了硬到。种形神仙拍算要甲伊翻译做较书面语的迄种形式安尼，所以用字就较接近书面啦吼，所以硬到。进前咱伫咧考试的时阵，迄阵敢是考比卷对，敢是比卷，我袂记。有人甲摕现场考，现场咧读念来看，一本硬到吼，所以嘛是会使试看卖啊啦。要甲伊摕来当做考试的，毋是袂使，伊一寡用字确实有影不离深啊。除了罗马字以外，可能嘛较接近教育部的期待吧。我咧猜想。我伫咧读这个1980的时阵，就安怎讲？我即上就是台北时间毋是到10点啦，9点进前是随我会咧读这个开花节子差不多大家恁朋友若拢有读念过了，会读这个日花闪逝吼，第一首诗，一天读一首安尼，总共100首嘛，所以可能才读咧100天嘛吼，种敢若60-70首我袂记起来，当作压尾曲安尼，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啦，罔听。当然，直接去买《日花闪逝》这本册是较快啦，反正要是作者头互你听，敢毋好呢？所以即马台文册起草看会使哪来哪好无？讲实在，过去这10年20年吧，迄个出版业是无遐好啊呢。当然这真歹讲了，毕竟即马大多数人拢嘛，逐工敢若读面册吼，读面册，所以这真歹讲啊，麻烦啦，无啥人读纸本册，所以纸本册也是册起草无讲介好啊。好，我第二我来讲，图涵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我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继续来读一本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讲这个《开花结子》，卖书是亲情卖计较 Plus 师夫人的客兄，这另外一种精彩的程度。好，那春水这个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来读42章字言呐。青光月光照轮笑，明主人心地干条，风雄退伍真逍遥，转任神府可有条。交着公判水阁娇，足紧有心好结条。出招明主算巨笑，娘报李言带真妙。这那春水小说就是拢会伫即个开头的时阵来一拍四句咧，当然咱2拍3拍4拍啦，不一定啦，就是简单甲即种要讲迄个故事用4句连的方式来呈现而已。好，3年来啊，罔听即个开花结子，咱搁坐转来民主遐，放掉讲你民主若毋敢李言，便若拄着，就要甲你修理的方向，真正是讲教做教，毋过伊拢是用话糟蹋人，涉东涉西，衫裤家破衫裤家破，听清楚哦，是家破，毋是家破。衫裤家破，窗仔里
扭扭落来尔尔，也无正经伸骹出手拍面子，规厝间嘿嘿叫，乒乒乓乓，亲像请怪手来拆厝安尼。山帮第二，隔壁社区的人拢知影因做阿兵哥啊，做阿兵哥的翁婿，饭方向有转来，才会安尼。是民主有照实甲厝边闹讲，方向逐礼拜会起一解痟。人讲食糜哪唱曲，食拍哪拍屁，久来煞麻痹麻痹。若莫舞迄款杀人放火代志，前间后厝拢掠做翁仔某第一客空拌喙，也是做散开尔，无人会去偷闪扣分，扣完，无人去偷闪扣完。虽讲无真正有讨皮疼，毋过对民主来讲，方向用草杆六条。乌白糟蹋，累嘛是一款真艰苦的灵治苦毒，平占位更较互伊制作袂牢。伫手头收入这部分来讲，方向为迄日甲民主铁破面了后，就毋捌提钱付伊用，啊！毋过民主现主时住伫代理即间旧厝，水甲电钱拢用方向寄金铺仔的口座扣款。查某囝读高中、大学的开销，嘛是危险家己开喙找老爸讨。另外，方向若转来到厝，会先去菜市仔款一礼拜额的食食，甲冰厨煎互甜甜，上无。民主会煮互查某囝食，顺续伊嘛捡着推。即款付因母仔囝食用的所费，方向也会出伫。因由是翁仔某的恩怨，甲查某囝无牵合，袂使互查某囝枵记失当。好伫民主也有伫台中营总做挂号的约雇临时人员，一个日有万通箍通领。若伫因过，根本就无够伊洗喙齿芳，现无红通课，钱水甲以早袂比伫，这欠遐念，袂输换一个人款，算讲有灵魂就对了啦。好，来，干若时间到，咱就转来读咱的1984这个算不良野道的销售啦呢，吼，我先做一下记号一下。1984要按这个245页开始读起。我毋知大家朋友恁有一本册啦，因为这本大本册吼无好读安尼，所以当然你若有中文版的，或者是你有英文版的，可能会使网参考看啦吼。这个姓 V 晕，我歹势我毋知咩人吼 ，V0 好歹势，歹势你就。若听有真好，罔听。继续读落去。我读过，因为这段吼，安尼话不哩啊大段，后壁嘛拢不哩啊大咧。好，来我读过了后，再换Sunny。艾丽卡，你若有对着方便，你才对伫即个Sunny后壁来读。好，经过几十年世界各地的战争、内战、革命、甲反革命、英社主义、甲其对手，才成做。加仑的政治理论来起兴，毋过伫共世纪搁较早期，通称做极权主义的各款制度出现，就已经是掉头，而且为显示满世界混乱当中，啥款形体的世界会生出来，嘛早就真明显啦。啥物款人物啥物款人会控制这个世界，嘛平明显。新贵族的主要分子是官僚、科学家、技术者。工会干部、宣传专家、社会学者、教师、记者、甲专业政客，这个人出身领级的中间阶级，也是劳动阶级内底的较权员，是产业独占、政府集权的拍远世界，培养出这群人，搁甲因苦做伙，
比起英国时代伫共地位的人，即阵人较无贪钱，即阵人较无贪钱财，兴车花，较少纯粹的权力，而且特别清楚家己伫咧创啥，嘛搁较积极镇压反对者。上尾即项差别真重要。甲即马比，英国目前拢是半马黄兼无效率，统治团体自来拢加减有为着开明思想，手段较灵，无要以因的子民来想啥，干那注意工人的行动，安尼就满足啊。以现代标准来看，连中国时代的天主教会嘛算宽容。一部分的原因是古早无一个政府有才调，规年透天，甲人民监视。印刷出版发明了后，操控民意变较简单。电影甲垃圾又出现，这个过程搁循延。电视发展起来，加上新科技会当用同一台机器同时接收兼放送，人的运输生活就结束啊。每一个公民，也是讲每一个有重要甲值得监视的公民，就准入来。我读到246页，因为你才对咧艾利卡后壁读啦。若总讲艾利卡有通好读，不了歹读，就来，搁剩几组啊？拢会当防规工24点钟放踮警察的目睭下骹，甲官方宣传的声波当中，其他任何传信息的管道总关掉。这是史上头一摆，有法度公私全民，毋若是对国家意志完全服从，对一切事项嘛意见交一致，交一致。所以，这个交字就是讲，伫汉字是共一字，抑毋过汉字伊有另外一个音嘛。若写汉字的时阵，你就会三无，到底要读谁啦、交啦？所以这个部分张成先生嘛，算处理较好势，较好势意思就讲，反正我就讲，作者伫写，翻译者伫写的时阵，迄个心肝底，迄个瞬间，绝对干那一个声音尔啦，无可能互你会使读交一致嘛，无可能互你会使读交一致，搁读交一致，无可能啊，这甲交意思就真差啊，所以用这种时阵用罗马字来处理是较无啥物疑虑啦。因为这段铺遐长，就是咧。因为这是等于是迄本册内底的内容嘛，所以以现代社会来讲，真要来读嘛，无遐尼简单啊哩。可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安尼听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1984年，敢已经有才调，甲人民透过科技24点钟监视。迄阵敢若无啦。以台湾来讲，当然。别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干嘛呢？伫台湾就种靠人工嘛，所以1980年2月28日，佫会使发生规家口啊，去用刣死剩一个囡仔屁，竟然政府讲掠无，佫怪罪互别人啊！你讲这种政府是啥物澳国政府啊？莫名其妙嘛。所以，迄是因的北到尾啊，无才调佫处理的，毋过伊嘛佫讲咧几多年，甚至刑法的2条1，刑法100条的2条1，为死刑一直到1993年才敢若完全废除掉。所以1987年改严，是换国安3法，伫咧监视处理遐个毋听话，也是干意见无共的人嘛。一直到1993年才真正规个有较无共款去。然后一直到1996年，台湾才真正的民主化。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是毋是会使换3年读？这段嘛差不多要1页的长度安尼，安心自在。到你读246页。敢是我？对，3年读，3年读。来246页，我来读，等下手打。246。我控甲着控年代啦。
数吼，246页呢，皇家600年代的革命时期过了后，社会人潮嘛照自古以来的模式，分做顶中的3站，不过新的顶站无像因的前辈，因无过照本领来做代志，因确实清楚爱按怎保卫自身的地位，寡头统治位的稳在基础，就是集体主义。这早就人所理解，财富甲特权做伙持有，加上容易保护本世纪中期发生的所谓废除私有财产，意思实际上是把财产扣一种比以前加少伊手内底，少手内底。不过有一点无同，新的财产主要是一个团体，新的财产主啦，伊毋是主要。新的财产主是一个团体，毋是一定个人。个人来讲，一枚私人药品掠外，无一个党员拥有啥吧？拥有啥？拥有啥？自体定，党拥有海洋国内底一切，因为党控制一切，嘛照自然适当的法度来处理所有的产品。这我甲伊调头啊，伫革命后，迄几年，党无拄着大的反对，就迄到统管的地位，因为这规个过程是用一体化的名义来进行，竟然早就认定，只要共资产阶层，只要甲资产阶级的财产没收，伊即个就是讲，这就是你要甲伊当做什么事，这真爱看前后文才会知影呢。只要甲资产阶层的财产没收，社会主义就会对来。当资本家确实是互头家工厂、矿场、土地、厝地、车船，整项拢北去啊！逐项拢北去啊！这个物件既然不再是私有财产，理应就是公产。因社党是为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生出来，并且继承后者的话术，就有影来执行社会主义方案的主项啊。然呢，照进前预料甲暗算，经济无平整永远行落来啊。好，感谢。你这段嘛不哩啊长安尼，毋知台湾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个啥，他字是台语不哩啊特殊的，当然华语、中文嘛有一寡他字啦。即因的他字，含台语差不多吧，要毋过无敢若无台语遮尔丰富。台语佫有，他字甲他字对台语内底是算不哩啊接用的，甚至台语有三他字的这种特性嘛。目前我无看到其他的语言有，我所知啦，反正有一寡语言有三他字嘛，无的确，只是我毋知影尔。佮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安尼，艾利卡，我你读一段。
247啊。毋过爱安怎甲该咱社会永久化的问题比 TSE 要哪念？比这好，毋过爱安怎甲该咱社会永久化的问题比这搁较深？一个统治集团的实权倒台，敢若有4个理由：一是拄着外来的征服；二是统治伤歹，袂爽的大众起来造反；三是因放任一个有力、阁不满的中间财团来形成；四是因家己失去自信甲统治的意志。加的原因，这原因毋是单独咧运作，通常是4个拢加减存在。一个统治阶级，若有法度词的台语怎么念？饲皇，伊这是要读饲皇。饲皇全部4项，就通永远在位。讲到底，决定因素是统治阶级家己的心态。好，感谢你先读这段吼。你先读这段，先读到这段。统治阶级啦，其实你是晓讲的，只是你看到字你毋捌甲头壳内底的声音甲字斗做伙，啊，你就去互华语牵去。统治阶级嘛，啊伊。我头拄念啥？华语是统治阶级嘛，对无？统治的治，啊，你就读统治，你就甲，你就自动甲迄个治，吼，中文是治嘛，啊，你就读做治去啊，主要是对啊，因为你会晓讲，你一定会晓讲的啊，你听你，嘿啊，所以听你的声音是你会晓讲的啊，啊，其实这要安怎讲？大概分2部分啦，这是汉字的部分，汉字的部分就是加听一寡。可能 podcast 甚至网络顶面应该嘛拢伫念册吧，我袂记啦。尤其你若听，可能阿弟来开讲，或者是即马台语 podcast 算袂少啊，不哩啊济。啊，若罗马字的部分就是教育部的迄个拼音教学网，我就讲恁若会晓讲台语的人，其实大概1点钟就会使甲罗马字学到手啊啦。啊，学到手甲熟手各有真差啦，你爱时间啦。因为你讲 TSE 边仔念，啊就这，啊 TSI 边仔念加，啊其实你讲互你听，你就随念会出来啊。所以其实罗马字无遐困难啦，罗马字无遐困难。小罗嘛来啊，好，毋知拄则即个 Erica 读即段无讲介长啦吼，啊毋知有啥物想法看好无？安尼是毋是换准直读？小了嘛来，小了才缀咧准直后壁读。好来，准直换你读，247啊，即大家。世纪中以后，头一项危险，实际上消失啦。瓜分啊，应该是当然西瓜的瓜是瓜嘛，啊，毋过我咧药我咧采用，我无去查歹势，可能嘛是文白音的真差吧，对无？瓜子、西瓜、冬瓜，什么瓜拢是瓜嘛，啊，毋过我咧药我咧猜想，伊的文音是瓜分啊，我的直觉我袂读瓜分。对啊，瓜果嘛是一个讲法嘛，对啊，所以其他瓜子、西瓜这种瓜嘛，嘿啊，我是安尼想，安尼药啦，歹势你继续。瓜分。瓜分世界的3大强权，拢无法度征服你，除非有10000的人口变。不过一点，关山关海办主动起来反乱，嘛办干那因受压迫，就起来反乱，形式只要因
教的标准都无，伊嘛无通知影家己学甲别，因着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已经完全无需要，嘛无机会通报发生啊其他大条的习俗。你检查一字啊，其他变大条的，等于是同时间发生足侪代志就对啊。其他变大条的习俗的发生，也确实发生，不过嘛会造成政治后果，因为不管已经无对通清楚表达嘛，那自从下去技术啊，敢毋是？技第一条嘛，啊技术 SUT 第八条嘛，技术发达以来，自从下去技术发达以来，就创造咱社会中的过度生产问题，嘛已经。即是国，就是使用的意思啦，国长线战争啊呢。已经过长线战争，第3章步数啦，步数解决啦。这个步数可通助咱甲大众士气保护到必要的管道，所以你嘛是叫华语看去啊，通地者政治啊，你知影政治啊，你知影地理啊，所以叫华语看去啊。看嘛，看啦，伊个是应该是看看，什么后看嘛，喙打后看啦，应该是看吧，我无确定，这可能要搁查一下。开明主义、甲标题主义，安尼讲，问题在教育，重点是爱无断长。应该是无长暂无吧，无长暂无做影。看卖伊是讲 large executive。It's a problem of continuously modeling 啊 ，MOULDING 啊，应该就是伫咧改做一个模还是啥物货嘛 ？Modeling the consciousness both of the directing group and of the large executive group 嘛，所以讲重点是爱无长暂无做两种人的意识啊，无长暂无做，伊是伊甲 modeling 直接用一字呢。尔无做，我是安尼看，好，歹势你继续。一起很创造对。好，感谢。我毋知伫读这段的时阵，各位朋友迄种做啥，食
既视感哟。你看这段相尾啊，是咧，对无？第一是你指挥的群体嘛，人较无遐济啊。二是搁落来人较济负责执行的迄员嘛。简单就是分三级嘛。上顶悬的金字塔上顶悬的是上少的嘛，中啊就普通济，也是无够济嘛。啊，上下骹站的就是上济嘛，对无？啊，上下骹站就是一般的百姓嘛。以因中国来讲，中海站的可能就是8、9千万，甚至听讲即摆已经1.6万的共产党的党员嘛。啊，指挥军体就是因总书记以下遐可能我咧摇，因对东北到广东到广西，甚至铁北迄搭遐会管理人口数3万5万，我毋知。啊，迄拢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嘛。所以对咱来讲，咱所看到的上尾一个，啊，若百姓的意识用负面方式甲影响就够啊。到目前为止，拢是负面的啊。你甲看最近的新闻嘛，差不多是安尼生啊，对无？迄一寡新闻一出来，拢是无要无紧的代志，抑毋过发甲大细声嘛。你看军教即条案，啊，搁2026年预算，即摆经估价啊，今日经5月19啊。结果2026年预算阁未通过，迄是啥物碗糕啊？莫名其妙嘛！啊，变成讲，因着用一寡细细条的代志咧，甲你猫是啥，对无？101的董事长讲一句话，迄一大堆人他妈咧嘿叫，啊，军教预算拢还未过，那拢点酒就无声音嘛？迄毋是足奇怪，所以第一段嘛是差不多一种状况嘛。讲啥物247个伊搭遐，啥物？因过中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已经完全无需要，嘛无机会通过发生啊，因为大家拢清惨都撇啊，经济的生活、经济活动拢降低啊嘛，因中国进就差不多是安尼嘛。啊，目前伫台湾的足侪人要甲台湾创甲下面中国变啊惨嘛。抑毋过世界其他各国是无可能稳准台湾会变成遐尼惨嘛，因为遐若惨落去到底会足害啊，影响到搁较侪迄种的嘛，所以。伊尾啊247啊，尾啊即3座啊，伊讲啥？嘛国长线战争的步数解决啦嘛，就个迄个生产的问题啊，就敢少数人真正过好日子，啊你嘛无一定通知影嘛，啊大部分的人透过电视、透过媒体拢讲啊都无好过啊，就天灾地变啊，就那拢怪天公伯啊，啊这是足莫名其妙啊。科技就已经进步到即个状况啊，我都讲怪东怪西怪政府啊，莫名其妙。所以我就讲你读即个小说真正是。有一寡无奈啦，我是安尼想，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重点伫咧教育嘛，啊当然透过一个伊讲的寡头主义，还是寡头制度，互无遐侪人啊，互无遐侪人知影全部，其他就拢知影部分尔。上大多数就是用负面的方式去甲影响啊你啊。所以这当然小说有小说的呈现的方式，和真实的社会总是有真差嘛。啊，毋过就是甲伊写甲至少听起来看起来，我感觉有脚有手安尼。都毋知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小了话你看，即段嘛真长248呀。参照即个背景。爱用过的社会结构是啥款？阵本来毋知的人嘛会当推测，伫金字塔尖是大兄哥，大兄哥永远正确，无所不能，一切成功、成就、胜利、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拢是立足伊的领导甲启发，无人捌看过大兄哥，伊是公布拿顶头的一个人面，千里无内底的一个人声，咱有相当理由相信伊永远袂死，连伊是何时出世。即个世间拢无真确定，大兄哥是当选
德，选德，要呈现互世界看的假面，伊的功能是做一个焦点，互人爱慕惊吓嘛，惊慌。惊吓，这是惊吓，惊吓，惊吓，尊敬，遮的感情对个人比对组织较会参心。大兄哥下骹都是来东部，人数限定600万以内，无到海洋国人口的2%。内东部，搁落来是外东部。若讲内东部是国家的脑，外东部就可比是手。搁骹下骹是咱惯势，叫做惯势，甲叫做普鲁啊，拱背型，那是拱 GONG 拱背型。拱背型，因占大概85%的人口，照咱拄则的分类，因都是下站。七道区，恰的是恰的，恰，整个恰无，恰的像你写的恰。恰道区有的劳力人口真好食，换来换去，无算做即个结构内底固定也必要的一部分。好，感谢，真热闹。因拄则讲的嘛，所知目前因中国所公布也是要互知的消息。也是要互知的信息，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就是8000万至1.06万吧，我前一阵看到资料，敢若是安尼。1亿占因官方14亿人口数，就是1/14是啥，超7%嘛，爱则讲2%嘛，所以当然人口数甲迄个组织的结构嘛有一寡关系嘛，所以这我就讲会有一寡真正是既视感的，感受嘛是按遮来。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好，搁来读一段，我搁读一段，这段不哩啊长。好啦，各位朋友，罔听，吼，249页，我甲我迄个好家团的。内东部爸母生囡仔，理论上并毋是着会入内东部，我是读过的啦吼。你甲来发dit，问爸伊嘛啥物好？进入倒一个东部，拢是用16岁时阵的考试决定。国内无种族歧视，性甲性之间嘛无明派关系。鲁泰人、乌人也顺印第安血统的南美洲人。犹太人啊，歹势，犹太人、乌人也顺印第安血统的南美洲，伫党的高层干部内底拢看会到，而且各地区的官员拢是在地出身。海洋国任何地区的人拢袂感觉是方市民，受一个远离首都统治。海洋国无首都，名义上的领导者，阁是一个无人知影伫倒位的人。总讲，这毋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客家英语是国内主要的通行语，先讲是官方语言。国家上悬的统治官员毋是靠血缘靠做伙，是靠坚信共同的信条。这个社会确实阶级分明，分甲真严格。初看见会想讲是照家团的。比起资本主义时代，甚至前工业时期，即马无共阶层之间的往回流动，拢加足罕。伫党的内外两部之间是有一寡调动，毋过真有限，只是为着甲能力歹的踢出内东部，还阁有甲外东部较有众多的人升起来。较要因领麻烦，实务上普罗阶层袂使入党，
因当中上有天才，恐惊会成做散布不满的中心，会互思想警察做记号甲除去。毋过，即款状况无保证永久，嘛无规定。党并毋是一个具意识上的阶级，嘛无要甲权力传互家己的囝儿，是要甲上敖的人囥伫顶悬。若是正常的法度无效，党嘛随时会当为普罗阶层招募全新一代的人才。伫关键的年代，党无以家团制度运作这点，对消除反对真有帮助。旧式的社会主义者受的训练是爱引起战阶级特权，因想讲特权若毋是家团的，就袂永久。煞无看到讲寡头的尊属无需要靠肉体的传承，伊嘛无思考到家团的贵族体制自来拢短命，颠倒是像天主教会即款国修养传承的组织，有时会存活数百数千年。寡头统治的要点，毋是培团囝，是依持一组特定的世界观甲生活方式，由死人强施互活人。统治集团会当指定继承者，就是统治集团。党关心的毋是血统永存，是自身永存。权力是啥，第一人并无要紧，要紧的是这个阶层结构永远不变。我就讲这，就敢若迄个啥，拄则你讲的嘛吼，迄个公平走去甲普京讲的时阵，伊迄个麦克收音诚好嘛，就讲哦，即世纪的人可能会使活到150岁安尼。150岁是安怎来？就是目前因靠用换器官的方式嘛。迄个像宋美龄哦，宋美龄去到美国的时阵，敢是活到106岁吧？伊敢是用换血的方式嘛？因为人的迄个啥机能年岁渐渐老的时阵，机能当然就削退嘛。啊，你做血，啊个抵抗力啥拢会减弱啊。所以当然我目前是敢看到传言尔啦，讲宋美龄敢若2个月就换一届血吼，啊，我哋有钱开起啊。所以即种换器官对无？30年前就捌听到过啊嘛。要换心脏、换肝脏，逐项拢嘛使换。所以前一阵啊，国有器官即个电影所搬出来进行退后，各位朋友应该就看到迄个啥，计效表还是价目表，就是啥物物件偌济愈偌济嘛。上贵的当然是心脏吧，啊脑的部分即马无才调换嘛。伊目前人类对脑的研究，敢若也无法度到有材料去处理。即马恐惊拢是敢若，若脑有问题，大概就是放伊无命啦，啊无就当做是啥植物人，还是活死人吼。啊，若其他的器官就是逐项拢嘛听讲换，所以这真正是有当时真歹想象啦。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真正甲迄个啥传承即条代志，伊迄种统治也是寡头统治，讲甲真对当安尼。安尼，3年是毋是话你搁读一段？所有代表咱即个时代的信念、习惯、品格、情绪、心态，拢是世界来支持党的行为，甲抨击现实社会的真正本质方法现实体造反，也是任何准备造反的运动。伫现主时拢是无可能，党对有老阶级无啥物好惊，有在引起就好，因会做工生活死去，一代搁一代，一世纪啊，世纪一起年的迄个纪甲起啊，一世纪搁一世纪，若无造反的常常。年轻
着即个世界凡事会当无共，嘛无才调。如果伫一款状况之下，因可能会变危险，就是若有一天工业技术进展甲需要提升因的教育，是讲既然文书甲商业的竞争都无重要啊，大众教育的水准实际上是伫降低。我看这几组啊？尔，嘿，讲几组啊？基层群众有啥物意见，也是无啥物意见，拢放罢管，会使适合因知识语，反之伊无智啦，拢完就无共啊，连伫至无重要的主题顶头，只意见偏差，嘛是袂用问题。袂用问题，好，感谢。这种意思，我毋知伊这本册到底，敢若一直我看，一直到250几啊，迄个册可能才结束的款。所以讲咧读迄个册内容无好读，真正是无好读。好，我毋知台顶有没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有影呢，就是讲，这个普罗阶级啊，你啊。嘿，因就像咱的功夫菜，差不多。有时阵是用因去出国啊，就学着食的物件，不过会可能嘛是甲因利用尔。袂使互因有啥物会使夹册，上好迄政治上莫互伊夹册，伊就永远就是一寡其实因迄个若讲中山岛，因是读册读甲足摕咧，有诶时阵若有讲，这少年仔嘛无安怎甲伊掠，就讲无，这就像迄个创党诶时阵，阮咧读册诶有够神，所以阮来先甲伊掠走。就是因真正讲完可能开册是读甲足摕咧，足捌这套诶，好，感谢三里甲咱分享。当然，我想到是，比如新加坡这个国家，新加坡这个国家伫咧顶世纪嘛是讲伊是啥口说讲法啦，上民主的独裁国家，或者是上独裁的、上专制的民主国家，伊敢若一直到呾也是拢一党独大。当然，因迄一党独大这种局面是敢若有伫咧放任，还是安怎吧？所以因这个国家原来嘛无简单。我是无研究，我毋知。至少伫咧经济上来讲，因的国民年均所得已经敢若8万块美金啊吧。伊的人口数我会记得敢若是500万至800万。所以国民年均所得8万块美金，虽讲毋是真悬，也毋过嘛应该算不离啊头前的嘛。目前我所看到上悬的应该是敢若13万嘛。冰岛、爱斯兰这个国家，因的人口数才30万尔，因的平均年均所得，国民年均所得敢若是6万至7万吧。所以其他若有到1000万以上的国家，因的国民年均所得我都几万块美金的，其实伊拢已经无简单啦。你讲印尼甲马来西亚，因迄拢印尼敢若1亿啊2亿3亿，我袂记啦。巴西嘛是上亿嘛，马来西亚敢是8000万。泰国甲越南敢若嘛是要到1亿吧，700-8千万，我袂记啦。韩国的人口数敢若是7000万左右啊吧。反正伫遮个较大的国家，你讲有要一个较大的进展啥，无遐尼简单，因为毕竟机器遐尼大咧，遐尼大个。你若较无遐大，我讲新加坡，8万嘛。所以经济社会对一个国家来讲，当然有伊的重要性嘛，只是安怎去处理。所以
1980这个小说，互我一直想到就是国标中国这个国家，或者是 Cuba 这个国家，敢若嘛是无讲介迄种诶，像拄只，不是拄只，我伫别所在看到迄个中南美洲几个国家嘛是拢去互遐个寡头政治，也是专地政治出舞甲要死安尼，真凄惨。好，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我看着顺势调整就顺利换你读，你甲你走去上后壁啊？是搁读一段伊250亿啊，伊拢安尼话拢讲不了大段啊。好来，咱搁讲读一段，就准备压尾啊。这电话你读250亿啊？嘿，好啦，你安心自在，看要读长、读短、读济、读少，家己拍算。出世一到20，拢师兄警察的目睭之下，互准伊是无一个会死，伊嘛无得讲，赢无得确定伊是孤一个啦。伊嘛无得确定伊是孤一个，阮各位咧困也真是，做事也又喘，通来也一定，伊拢可能当咧同感是。家己唔知，无人甲伊应付，无一项领法是无要紧的，会投入伊个意念，伊对待好囝的方式，孤一个会死，伊个含面话，甚至是伊个人一生的动作，拢互含要伊金足甲两扎，我应爱真正犯错，只要惊怕小可个人，啥物习惯上会改变，也是一定的是个人坚持心内。丢毒，这是丢毒，伊无爱写汉字，伤歹写啊，丢毒。正是拢的确真实会着，每件讲完各方面拢无注意，可实际上并无任何法律，也是真正的经义准则。你家己规则控制啊，规则嘛。泰国是无法律，掠着无本事的种思想甲运动无正式禁止，袂煞的打击，大鼓音乐，逆太极啊，行逆。关感甲情法，拢是咧处罚，实际已经犯的罪，只是咧甲将来讲袂准，可是会犯罪。犯罪，迄个是罪嘛，你会去互法院牵去。犯罪的人。命条，讲完若是思想爱正确，本人又爱正确，因又爱为这款信念甲态度，拢捌因
旋风，那旋风都会甲影响注意的外在模式典型现啊。一个人若是自恋不合正统，伊就是先讲咧讲的好上者，本来是好嘛，啊变好上者变了嘛。好上者，所有的状况，因拢免是好知影啥物是正确的信念，也应当的接受。因若是无接受的心理训练，会使对任何对拢无愿意，嘛无在调去深入思考。这款训练的关键是先讲的动啊，第三条最动，最动那是对，所以最动，伊是犯罪嘛，啊伊英文是 crime stop， 所以就甲伊翻译做最动，动起来动嘛，啊所以这个罪犯罪，佢讲罪行、罪责、罪犯嘛，啊所以叫罪动啊你。啊，毋过罪安尼，本正是第7条嘛，咱想要变调，罪动。照你讲是毋是变第3条？啊，毋过读出来敢若毋是变第3条，我毋知咧。讲，还是你继续。好，感谢。因为伊就是教育原底迄个英文就是用大字母来写嘛 ，crime stop 罪动，哦 ，black white obey double think 双想安尼，所以我就讲，对我一个外国人看到迄字的时阵，含我原底理解英语无共的时阵，迄个变成产生一种干扰，所以就变成会读袂落来安尼。好，但是最后这段252啊，遐第2段吼，伊讲自囡仔时代就接受的精密心理训练，会使伊根本对任何主题拢无愿意，嘛无才调去深入思考。即句哪会敢若怪怪？哪会是会使伊根本对任何主题拢无愿意，嘛无才调去深入思考。因为我直觉是，敢若是会互伊啊，哪会是会使？我无确定咧。But in any case, an elaborate mental training, undergone in childhood and groping itself round the newspeak words, crime stop, black white, and double think, makes him unwilling and unable to think too deeply on any subject whatever. 所以应该是伊那会使 makes 用 makes him 会使伊 makes him unwilling and unable 会使伊根本无愿意嘛无才调，所以我哋感觉怪怪啊！你会使，我毋知咱台边嘅朋友会输伊哦，会输伊，所以毋是会使，是会输。所以你看，听得到，会使伊根本对任何主题拢无愿意，嘛无才调去深入思考。makes him， 要不是 makes him，
会使伊无才调，使伊无愿意嘛，无才调就对啊。安尼就是互伊无才调，无愿意啊，会使伊会使。导致于我听无，导致于对啊 ，make him 嘛，导致于他不会怎样怎样。make him 就是互伊无才调啊。对啊，所以伊讲伊遮会使伊根本对任何主题拢无愿意嘛，无才调 ，makes him unwilling and unable 嘛。就讲安尼变成讲伊安尼写落去交代，就讲即两字有一个词就是会使嘛。当然我讲会使安怎，甲会使安怎，这当然是看语境嘛。伫即搭遮就是理解就交代了，是爱读做会使伊根本对任何主题无愿意无迄种嘛。若安尼，若准讲是我为着避免即种误会还是啥，我就会用会互伊用互啊伊 make 嘛。make 当然是中文华语你学英语文化的时阵，或者是实义动词嘛，就使人做啥物代志嘛 ，make him unwilling and unable 嘛，使伊无意愿嘛，无才调安尼啊。当然使伫台语内底，就是互伊吧，我的理解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对啦，这确实爱读做使啦。无是吼所以伫即搭遮高一字的时阵，甚至即个 A 嘛会使卖嘛。自囡仔时就接受的精密心理训练，使伊根本对任何主题拢无愿意嘛，无才调去深入思考嘛。即个 A 变成是假出来啊，对无？伊的英文，伊的原文是讲 makes him unwilling and unable 嘛，已经是个 make 嘛 ，make 嘛，所以即个 make 对照来讲是即个 A 字变成敢若假出来，叫做罪字，因为即字有存在无存在，拢无去影响到伊的意思啊。就是我去读毋对的时阵，会读做会使伊，怪毋是嘛，所以是会使伊嘛。敢若会使伊的时阵 ，A 就无必要啊。我的理解是安尼啦，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伊是 makes him 嘛。对啊。省略去啊，对，伊就是意思。当作复数，应用迄个使动词嘛，数啦。就讲以书面来讲，就是不哩悬的基础拢是读会使，毋过伫遮真歹势，伊就是爱读做会使伊吼。就会使伊即个 A， 就是会使伊即个 A 字敢算好，伊嘛算一个动词啊。即个动词伫遮来看，敢若变成是假出来。我的感觉是敢若假出来，莫有即字嘛，即句话嘛成立啊。袂像咱伫读其他的物件时阵，感觉伊在敢若减一字。你讲的，阮就交代用。使伊安怎？伊敢若读一个啥物嘢嘛是使伊安怎嘛？尤其家己你罗马字讲讲是使即个音嘛，对无？有千万个变数，通使咱烧出路。通使咱烧出路，迄个使咱烧出路，袂输敢若皇帝赏赐迄个使咧。皇帝赏咱使咱烧出路安尼，所以你若无看到字，你会讲使咱想出路是皇帝吼。毋过是，我就讲嘛，迄是互咱烧出路的迄个语感嘛。所以这就是阮着交咧处理的时阵，伫即搭遮共一字嘛吼，伊往用使即个音。毋过周永清先生咧处理的时是另外一个方向啊。好啦，真正讲得到。请讲。嘿，对啊，有即种就对啊，就讲，嘿，是，
加强，迄就变当作复数啦。啊，复数会当是啊，你若意思明显，会当侵略啊。对啊，啊，所以当然，伊拄则阵你所讲迄个布袋戏还是歌戏内底，就是讲，伊迄句就是讲，使我苦恼安尼吼，就是互我足艰苦，互我足种啊，即个互我安怎就是口语上嘛，啊，若文言呢，也是较戏剧类，尤其是古早戏剧时阵，是使我苦恼啊，互我足苦恼安尼。啊，当然头前要加一个 A 的时阵，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情景语境，就是讲，伊做诶代志会使我苦恼啊，嘛是会使啊。对吧？会使我苦恼啊！伊做迄个代志会使我苦恼啊！所以这嘛算啥？复杂还是多元，甚至简单讲就是艺斗的所在安尼，真正艺斗。好，安尼咱是毋是会使咧压尾啊？今仔日压尾去，即个古城啦，迄个阵地是毋是先来把咱的压尾开头一下？路名来写，检采倒一工，咱路通行小我，到迄日为止，我会继续用言语保证。好，感谢。三年话你古城，咱咧压尾啊，压尾去啊。三年无，也是迄个。我先读好啦，你考有通我读无？我自头拄仔到当，我嘛毋知你个顺序到底是安怎排。我是伫咧3年后壁，还是伫咧准点后壁？即马变成压尾啊，因为你敢可能溜出去也是安怎啦，吼，歹势。哦。我著看我顶悬看到停现诶，即马要来压尾去甲，我咧读日晖闪示，我毋知你有通读无？我毋知你有伫迄个工作有吼，你互你读一个。古城即首。古城。一张批，寄互毋知位诶迄个人，路名来写，检采倒一工，咱有路通行小我，到迄日为止，我会继续向缘分古城。好，真好，感谢。来，我嘛来读一个，好，来3你读，3你读。好，古城一张批，寄互在位诶迄个人。路名来写，检采倒一工，咱有互通行小我，到迄日为止，我会继续向缘分古城。伊个小我过来啊，去做甲伊小我。好，来，我先读这嘛，小了读啦吼。来，古城。一张批寄互毋知位的迄个人，路名来写，检采倒一工，咱有路通行小我，到迄日为止，我会继续向缘分古城。好，来，小龙啊你。古城一张批寄互毋知位的迄个人，路名来写，检采倒一工。咱有路通行小我，到迄日为止，我会继续向缘分古城。好，感谢。我来讲这真正，讲是今仔当时咧看咧，这首可能嘛是毋是先有中文，然后才甲中文翻译做台文迄种感觉安尼，我毋知咱台顶朋友安尼做伙读来了有啥物想法看法？太广，像咱想法咩吼？咱讲古城是人，你古城啥物？对啊。烟熏是无是命的啊，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讲读遮侪人读不难变，而且路名，路名是讲签名呢。你写路名来写怪怪啊，你
耶稣嘛，然后就换。所以就讲这真正是，所以迄阵我看小怎看伊的中文小改啦，都讲看伊的中文改做台文啦，吼啊，我先念啦，罔参考啦，吼啊，念去准备，还是其他的朋友分享了，准备才把它压尾安尼啦。一张被囝毋知倒位的迄个梦，名签咧随写。凡是有一天咱将其尾会有路通行相我，一直到迄天，我拢会继续伊高情。啊，就当然有当中就是，你要表达一个啥，还是讲你看到啥物有感受，迄当然拢是一种激头壳的行为嘛。你听我教授伊就讲，迄阵退休的时阵，还是拍算要退休的进程，敢是讲66岁还是安怎？因为敢若是满55岁。满65岁是强迫退休还是安怎？我毋知影。反正伊有一本诗集是啥物诗宴66，啊，敢若就是讲伊66岁的时阵，迄年伊就讲伊强迫伊每一工拢爱写一首诗，啊，看讲会使坚持偌久。啊，伊就讲伊拢下早啊4、5点啊起来了，就伫咧册桌头前激头壳，可能。去半点钟偌久就甲摘出来就对啊，就该首诗摘出来。啊，当然迄摘出来的迄个来源哦，可能什么词，还是什么现象，是啥物，还是民邦的啥，我袂记啦。所以变成讲，迄个啥，李白还是嘛，杜甫所讲的吧，比如啥，读册破万卷，吼，下笔如有神嘛，是毋是？就讲。你若读了有够多，当你要写的时阵，迄个物件就袂输那山水安尼一直溢出来。要毋过李白是啥物天顶来诗人来啥，就是讲，若想要写的时阵，笔也就开始出了一大堆啊。所以就讲李白和杜甫，伊敢若是完全无相款的一种形式嘛。啊，所以对咱一般的人，可能嘛是爱读有够多。当然，迄个读有够多，无一定是实体的字啦。有当阵啊，是你对生活，还是对周围周边万事万学、人事物，拢有一寡感受、感慨，或者是你安怎讲，有才了家己细了，就念咧你心肝底也是安怎嘛？啊，对同物件拢会使有一寡想法、看法嘛。累积有够多了后。你要搁家己捡出来时阵，就较好捡嘛。啊，当然，你若敢若纯粹念过，无记录，或者是伫你头壳内底变，还是长势，无家文字化，安尼可能嘛，无遐尼简单讲，想要写就有安尼。啊，当然，迄个啥物人讲的？伊讲我袂记啥，伊讲若袂记一就表示迄无重要，无要紧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除了就讲的这真正一寡，迄个词一般较想要高情啦，还是啥，这拢是人伫咧高情，伊煞甲缘分拟人化，甲当做一个人。啊，毋过，一个讲法是啥？我会记缘分这个字有不了侪人甲翻译做英文，敢是啥 ？destination 吼，就是目的地啦。就讲，迄个物件就是互咱有即个，以咱这种讲缘分嘛，就是缘啊、缘到啊，有缘无缘即个缘嘛。要毋过有人甲伊翻译做英语是 destination， 就讲一个目的地，或即个所在。啊，当然这是用无共个角度去看啦。啊，即摆即个过程啊，较想要就是咱大部分拢用啥托事嘛，咧甲人高情，咧甲人求情嘛，啊，伊煞甲即个。缘分来高正就真正淡薄仔怪怪、硬摇安尼。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写诗吼，就海头啊，加看。你讲到这，敢若有袂少人是用即招的，甚至迄个啥？Bob Dylan 吼，敢是 Bob Dylan，
就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敢就是 Bob Dylan。伊敢若讲伊较尾期，就是酒会栽落，甚至有去食毒的，我袂记起来。因为有一寡人伊就是会用试毒品即种物件，伊就讲有一种毒品是叫做啥物迷幻，吹落去高地，就是讲你的头壳就袂输那迄个啥物，迄个限制拢透进去啊啥的所以就讲有一寡人伫从事即种激头壳的工课的时阵，就是用一寡方法嘛，对吧？迄啥物有诶3更半暝是点啊4分还是啥？尾也可能啉酒，怎啊行到高地，极端到高地了就速动嘛。这可能变成爱看每一个人家己安怎去暗算安尼。所以国外嘛有迄种啥物，啥物 LSD 啊，啥物货我袂记起来，就是类似迄种迷幻的迄种主义啊，是啥物货安尼啦。所以海头啊，海头是几趴？16%呀，13%我袂记。那么即马拢是参，是毋是参盐？还是大讲是料理的米酒啊？你尔，伊早是迄个伫厨房甲偷摕出来，你部队的时阵去厨房偷摕米酒，海头啊，出来啉安尼。毋是我啦，我有听过即种代志安尼。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准备要来帮咱压尾啊！请讲。我想要你讲一件代志。你讲。拄仔你毋是讲叫我去听啥物 podcast 哦？嘿 ，podcast 有一寡台语的 podcast。但是我要甲你表达的就是，对我来讲，我就是敢若会听即个，就是甲恁做伙即个9点到10点。我袂想要倒去听别项啊。OK， 你著爱。所以，请讲。所以真感谢你鼓励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我逐工也有甲恁做伙1点钟，安尼我就会进步啊。欢弟一定会进步，好，感谢你。欢弟，我是感觉每项找方法啦。我讲实在，我袂想要倒去听遐尼济台语啊。我会想要甲恁做伙，就逐工安尼留1点钟安尼。就敢若前几工有一个老师想要讲，安尼1年过去，应该嘛有进步啦。是啊。反正就是逐工有 input 安尼啊。当然就是个人的设想安尼啊。但是我毋知影为什么我这边看到的，我是伫3年的边啊，但是你那边看到我是阿尾，我都毋知影。可能就是。我毋知这是有啥物。我来解释，就是有时阵我会安尼，因为拄则你电话有你可能有接电话还是接来，变做讲你若有退出，因为你有一撮1分钟你有退出，你搁入来安尼，我嘛定定安尼啊，我定定，安尼，我请问你，我拄接电话的时阵，你会听到我甲别人咧讲话的内容无？无啊，就是你著溜去啊，你著无去啊。会知影你伫毋过会知影你伫讲电话中有一个记号，有一个图像安尼，嘿。哎哟，你足恐怖的了。有一个图像。你讲啥拢听袂到啊！你咧讲电话是你迄边尔，你迄边的声音尔。阮这边敢若看会到有一个符号讲你当咧讲电话啊。嘿，我就敢看一个符号尔。这个所在足厉害呢，因为我有发现着讲咱讲话都会录音，因为有一天我透早无小心，毋知去离着啥，我就听着咱进前一暗讲的内容啊。录音无录音，迄是会使。事先就按讲要录音，无爱录音安尼。我直接是拢有家录音啦。伊咧读册落，我就想讲，即种有文本的物件，听过真少声音，互后壁有兴趣的人想要参考，会使帮参考安尼。目前我是安尼设想。好，安尼是毋是重点使帮咱压尾？高正。我是嘛用，我会尽量，我会讲用意，爱听着，我就不爱听。迄歌，我就不爱听，我就听人咧唱着，用我就知道。我若就咧路
我甲阮一个老师咧，迄个妈妈，台湾人大勇士有无？我会想我太，咱来想我太极。对啊，太济。所以有机会我就是听，嘛对转来讲听台语啦。反正其实是在人的啦，是讲我就分享方法，大家互相分享。读愈侪煞感觉，爱家己还佫加找时间听啦。感谢。有录音嘛是会当听家己的声，看讲了安怎。对啊。甲你想的是无共的。有一寡反正就是大家互相学习安尼。我毋知各位朋友头一摆听你家己录音的声音是当时安尼，我头一摆听的时候，你奇怪，在座遮尔济人着，毋是即几年啊，即几前哦，在座遮尔济人哦，哪有一个声音我毋捌安尼？尾仔才我觉得哦，迄就是我家己的声音。你感觉足奇怪。你讲，奇怪，迄每一个声音我一听到，哦，这是啥物人？这是啥物人？这是啥物人？啥物人？哪有一个西洋人的声音，我从来毋听到过。原来是家己的声音。有人讲，因为咱大部分的人听到家己的声音，拢是对家己迄个咽喉发声音，然后震动迄个咽喉什物片孔，还是着规个迄个脑，还是头顶半部的遐一寡肌肉会传导嘛，才送去到耳孔内底迄个神经。咱听到家己的声音，原则上拢是即个路，除非就是你有一天用录音的方式。录音的方式咧，佫放出来时阵，迄个时阵的声才真正对你的耳孔入去。因为一个对咽喉发出来、震动出来，传导去耳孔内底的神经这条路线，含对外界空气进入耳孔，震动迄个迄个啥小鬼啊，迄个毛小鬼啊镜，敢是小鬼啊镜，对，咱的。中文华语耳膜，我会记得台语讲做什么小鬼仔镜是耳镜，震动才对耳孔的神经，这两条路线是无共款的，所以迄个路线无共款，传导的迄个啥介质还是介体嘛是无共款，所以恁就会听到无共款的声音。所以反正头一摆听到家己声音就行一条错一个，嘿，啥物嘢啊？头前我会记得头前。伊敢是伫学校上啥物课吧？对，英语听伫测验即种课的款吧，印象中我哋头前3届听着佫袂惯势，尾就知家己的声音是生做安尼，所以这拢差不多一段时间拢有一寡新的学习安尼啦，这是应该是。而且我感觉你有用心听 podcast 的习惯，真。就是袂歹，会当学了足济。伊就是有时间，有较闲的时间会当听。甚至当到背景音量安尼嘛袂歹啊。当做一个洗脑的过程。我会使分享，请讲。但是我爱感谢迄讲迄个阿权老师甲俊德老师头拄安尼解说，我对我的心都较放伫咧台语面顶。我是就是莫惯是讲中文，刷来讲台语这过程是较困难，就是爱养成日常的习惯。我先知影咱台顶的朋友年龄层是安怎啦吼，对我来讲就是我感觉我讲的台语，我讲的中语、华语，甚至读的华文册，我感觉伤侪啊，已经太侪，我无想要搁读啊，无想要搁讲啊。当然，现主时的我就讲话无才调，像迄个自称叫做爆米芳的米芳话，讲酒蛇即世人，我会搁讲华语中文啊。我是无才调酒蛇啦，我敢若法度就是减讲一寡，减看一寡。毋过，种讲减讲嘛是会讲着，讲减看嘛是有一寡中文册嘛是会摕来看啊。只是讲就是增加家己讲台语、听台语的迄个机会和机率嘛。迄个啥，我就讲我咧听的一寡 podcast 就是。报道有意思嘛，热情现凯之声社群咧创啥是迪主持的嘛，海伫遮是 Nick 中央广播电台
Nick 甲迄个阿凯，Nick 甲迄个阿德，阿德是宜兰遐嘛，伊进前敢若是，伊进是用华文、中文好名亚特聊聊天，毋过拢关系家叫阿德来家讲安尼吼。啊，个有啥物迄？台湾人台湾书，迄若嘛台湾人台湾书。啊，个就是乱专门客的电台音嘛，有应该有一个网山电台会固定时间播送，啊，伊会转做 YouTube 甲转做 Podcast， 吼。大概我有咧听的台语 Podcast， 大概是遮个啦。有啥物货？安尼你会使分享，你头拄最后讲迄个啥物乱专门客电台，迄个我进前敢若有我敢有搭伫确认吧？迄工我毋知，我甲加你好友，啊，你甲私底下传互我好毋好？好啊，会使啊。但是我毋知影你伫咧内叫啥物名呢？嘛是叫即个名。应该是对，应该你找着。好，感恩。袂，大家互相学习安尼。好，安尼准日是毋是？你讲。本来意思，逐工今日要1点钟，互你安尼鼓励落去，害我感觉我无拢总用台语脑来思考，是绝对不起恁大家。莫讲对不起恁大家，因为是感觉应该是讲你家己甲台语即个语言看做是啥物货嘛。啊，对我来讲，台语是我的生活语言啊。对我来讲是我的生活语言啊。啊，要做工作语言，当然真是可能一半吧。对我来讲是。进入体制教育进前的主要使用语言啊，中文华语我就讲嘛是对我来讲，当然以前你学的是毋知影嘛，毋过我就讲这几年我已经甲伊认定做外国话啊，就是外国话啊，中国话对我来讲就是外国话啊，外国语文啊，我学得搁较好，学得搁较少，我嘛比袂过中国人啊，看有影无？啊，所以中文华语常在晓讲嘛。上无嘛，透过即个语言，接受基本的遮个教育嘛。啊，只是我的母语台语即条代志，即个语言到底我会睇。我有找着你啊，你紧来收回，啊无我会感觉足歹势，因为内底有一个人一直咧讲我的歹话。好啦，若是歹话，咱就笑安尼。不是，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咧我放送了，我讲一寡5、4、3，我顶讲的才知影是我外县市的朋友，我讲啊，你哪里啊捌着迄个人一直咧讲你的歹话，你都甲伊翕相。我讲我毋知伊讲我的歹话，所以你紧来我的名我收回好毋好？好，来我那边再处理一下吼。迄个啥 K 哦，歹势，即啥 Kit 啊，啥歹势，我无确定。对啦，就是伊就是讲迄个传导的方式嘛，透过骨头甲透过空气是无共款的传导方式安尼，无毋对。对啊。我是感觉来遮读册嘛，是想要讲台语才会来参加，有一遮读册嘛是台语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好啦，我讲简单讲就是讲吼，读伊就感觉这就转去的路啦。对，找着转去。因为 Eric 即马家己进来是。读较硬到的册，真正即本就硬到，即本真正就硬到。所以读甲会较叮当一丝啦。不过我嘛是感觉伊即本嘛是有伊的文学价值，对啊。而且翻译甲足好诶。对，伊就真正，伊敢若头尾敢若4-5年吧，因为迄阵伊咧做迄个做啥物新册发表会的时阵，伊捌讲过啊。当然，迄个有做因有伫咧迄个，因为周文成家己有群组啦吼啊，迄个群组内底的人听起来看起来敢若是，可能林嘉怡博士、陈宏伟老师，啊，可能佫有其他范式迄种迄个啥强者、强的人、敖的人安尼吼，就可能就做，因为当然有台语有一句话嘛，龙高龙，风高风啊，对无？伊遐就是有咧做遮个代志诶，吼。可能有人爱好啥台语术讲晓，不管。反正每一个人对即个语言诶态度无相关，我感觉无啥物争吵啦。反正就是经一个你家己较
术是较介意的方式安尼。啊，对我来讲就是台语是我的生活语言啦。啊，到了40点是诚做迄个啥用讲的嘛。啊，当然你纯粹淡仔讲，当阵无一定讲有物件，讲有主题啦。啊，当然要一直讲嘛，毋是袂使。只是我感觉，是毋是咱有一寡文本来罔参考罔看啊？文本之间俏谈啊，你随台讲搁较好，因为伊迄个文学价值，我感觉足好诶。啊，迄个文学性甲台语做连结，嘛是一件足好诶代志。感谢小乐。好，安尼咱是毋是准直来帮咱压尾啊？吼，这是压尾开头，这是压尾啊。高情。高情，我家己讲白啊，高情。咱一世会当过3年，伊着即个孝顺，我规点做价值500担，一届甜心的小弟，管结果怎样，总是一寡写物会留落来见证我真心所爱。好，这是有用的诗吗？你有听出来哦？你有听出来？听起来有小可小像。就来准的是要甲咱说明。就刚我拄则嘛用改写，我就看到伊迄个条目，你讲，好啦，我来偷改写哩。所以我就讲，安怎讲？要创作的人，就是爱有迄个，或者啥，看到乌影就开枪，还是看一影生一个囝嘛，就是。当然，伊个中文会淡仔咧讲，或者什么无病呻吟啦，吼，还是什么为赋新词强说愁啦，啥，啊，就是你去呈现，还是你去记录，还是你去甲你想到的文字化嘛，甚至你要讲用性格去分析，吼，什么 MBTI， 迄几多年前嘛，啊，前一阵有一个。敢若是毋是中教大学生囡仔，还是啥研究生是啥？伊去也会用做台文版的嘛，吼。啊，反正就是这物件，你拢听好去摕来参考嘛。啊，反正我就感觉，不管你现主时，吼，台顶台下的朋友，不管你现主时台语能力有偌好有偌歹，不管，反正你敢若想讲要甲台语学倒转来，还是学起来，会精彩是啥？学起来是你原底。本来拢袂晓，我甲当作一个语言来学起来，学到手嘛。啊，学倒来是讲啊，较早吼，咁囡仔时代对阿公阿嬷有咧讲，啊，因为进入学校就无咧讲啊，啊，一直到可能出社会，无啥机会通好讲。要毋过语言，即个语言伫我头壳内底就有声音嘛。经常过去无机会通好知捌，甚至佫受到人的洗脑，讲什么台语是有音无字，是无水准，啥是一大堆有诶无诶嘛。要毋过互你家己体会嘛，啊！你家己体会了，我就讲嘛，甲咱的台语讲转来咱的喙里嘛，甚至我就讲嘛，会歹势小了，毋知讲叫我插一支旗啊无？讲做面盲的时阵，当时用台语做面盲安尼。安尼，我要问准的老师，甲你请教，你要安怎顾家提供备？来，准时看要甲大家分享者安怎顾正盘杯，还是烧香，还是？毋是爱摕啥物物件互食？拜好爷都爱拜迄个德基。哦，肯德基。啊，个什么？我较袂安尼做，我是感觉人咧做天咧看，真出在。迄个啥？真可能5年前5年我袂记食，就是讲一寡环境的问题，一寡庙寺内底开始无互信徒信众举香烧香拜拜嘛吼，啊，就一寡人就讲，啊无叫啊香无烧香，我是要安怎甲天公伯啊，甲关老爷，甲向禀报我的想法看法啦，是安尼啦吼，要安怎禀报安尼啦，就讲迄个香。
就是一个什么无线电，一个什么心意的传达的工具，无我就袂晓安尼啥。毋过我就想到讲，伫迄个佛教内底有号做什么五种啦，怎样讲？就讲要安怎去表达你的想法还是心意，就什么用花、用果、用油、用灯。甚至讲最后就是用心意啦，就讲你去想象啊，因为有个人可讲我就敢若有法度寄付2两油，添油香嘛，对无？添油香嘛，我就敢若2两，我敢若我就点一拍灯，我敢若我都点一丛香啥啦啥，讲，就准讲遮个具体的物件拢总无，你拢无才调，无你嘛使用想的啊，用想象的啊，讲我伫。迄个啥，对只迄个，阵日所用迄个词叫佛道教前想象一盘足青草的啥物遐安尼，毋是袂使啊。有当阵迄是一个你，因讲迄个宗教信仰等于是啥？你即个个人含你的受信仰者讲什么天公伯啊，还是上帝讲上帝啊啥，就是你的叫做啥造物者，有人安尼讲。还是看你的啥，是你和伊之间的联系，恁安怎去产生连结？你家祈求，还是你去什么祈愿哟，还是呼请，不管然后你会使感受到伊互你，还是想要互你的。当然，即个讲法，即个动作，还是即个行为，伫因基督教是毋是互做什么属灵属灵？我无真确定，因为我毋是教导，我毋是，所以。有当我捌听到过啦，所以这种信仰的物件，到20世纪其实有一寡毋是传统宗教的迄种想法，还是啥物学派就出现啦。当然你所接触到，我毋知每件所接触到的，变成讲是毋是有当初爱小可细腻一下，还是小可去检验一下，因为迄个啥物叫做邪教判断表遐是啥？敢若有人列10几个条件嘛？就讲，若准讲，这个条件你家己去检验你所信仰，还是你去行迄个所在？若准讲有这个现象，安尼可能歹势，你可能要洗死。当然，这有当阵看你是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代志啦。讲一个上去了，转来遮就是讲，咱应该是甲咱的代志讲转来咱的嘴里。你要安怎使用运用，还是你要到什么程度？这真正是足个人的，足个人的。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来，准你请讲。也着人，也着天，就传统是也着神，也着人，是毋是？传统敢是一句啦，所以哟应该是吧。当然也着人着天，就是反正着看你安怎去讲嘛，应该是安尼。还是准你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哦，嘿嘿嘿，是。ABC 的 C， C 字对啊，这算共音字安尼啊对。虽然讲因的英语迄个 C 是毋是读到即个 C， 我毋知影，总是咱听起来敢若共款嘛吼。小乐咧，小乐有啥物想法看，要甲大家分享无？就讲一句笑亏尔，就感觉高正嘛会当换做歹听。水，安尼可能敢若。迄个温玉桥用高正写出即首诗，迄个准日嘛甲高正换一个方式来呈现安尼，所以小了你可能歹势，伊写甲遮文艺，我讲甲遮俗。这嘛无算俗啊，那有算俗？用愈的愈俗咧。是啊，佮讲一解。愈小小的愈啊。愈，所以我就讲有当阵俗毋俗即条代志，真正是。就是
A 即个人伊感觉即个真爽 ，B 就无一定感觉啊。所以我就讲有当阵每人感受当然无相款，我会感觉无一定爱直接判断啦。啊，当然你有要讲白啊，如家己讲要如我何啊？有一个机会，互迄个无爱我的人会当月头看我。回心转意安尼，会当回心转意，会使啊。是会当为这个角度学着一寡较中性的词来讲安尼。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拜请即个词就是迄个啥，倒退路吧。可能迄首倒退路内底敢就用这啊。当然，其他佫有啥物歌嘛捌用着，我袂记只，总是较直接随想到就是倒退路迄首歌嘛。啊，倒退路迄首歌是敢若苏东是要对照林强迄个向前行啦，就讲差不多是超工要甲伊拍对台就对啊啦。就讲你写，伊相对少年诶，伊可能即摆应该是7、8、10岁吧。啊，林强进应该是5、60岁吧，上侪我袂记一啦吼。啊，所以相对可能来讲，就是讲你即个少年仔来讲一个即个向前行，要去市内拍片，啊，伊就写一个倒退路安尼。啊，所以内底我会记甲就是什么拜请嘛，什么东海龙王，什么，嘿，你若有兴趣去 YouTube 找着倒退路，内底个阿 people 啊在伴舞啊，真趣味，真笑客啊。好啦，准直请讲。我感觉讲要做书评啦，因为安怎写你看伊就好啊。反正我无一定爱公开啊。是。若要讲一档啊，但是爱录对摆哦。啊，所以就是迄个啥。为什么俊杰老师为什么爱录八摆？迄就是煮的上高级吧。录到会挡袂牢安尼。卤八盖按就叫三顿哦。差不多哦，吼，啊个挂宵夜，啊个什么，即摆有啥物上午茶、下午茶哟。哦，3点钟卤一盖。差不多，拄啊。83、24。对，83、24拄啊好安尼，3点钟就起来卤一盖安尼，袂歹。啊，是无闲的时阵，某一个3点钟卤2、3盖啊，安尼困较袂去用切断安尼。形容词尔。你讲8摆无？讲8摆哦。即摆伊讲啥？有当中遐个数字是一个对数啦，就讲伊无一定是有遐个数字的意思啦。不三时，毋是讲真正3个时间啊，就是3不5时嘛，无一定啥物35啊，无啊。遐个数字并毋是讲上岁的一个数字，就为啥无爱1、无爱2，为啥要3？啊，为啥无爱4、要5？就敢若3、7讲数了，听嘛无一定是一个数字，迄只是有当阵提出来的啥道具尔，不三时、3不5时，种差不多是安尼啊，不三时对数安尼啊，所以8盖毋8盖，可能嘛是大概即个概念。但是头拄仔 AI 讲卤八盖是猪八戒的意思呢，叫做猪八戒呢。AI 可能就是俏谈参考啦，啊，你若要来当做相对较正确，可能就是暂时卖安尼。陈建中嘛讲，目前的 AI 资料可能还佫有不哩大的开阔的空间。恐惊伊真正，莫讲3、7讲数咯，听讲信啥，可能你敢若使信一成尔。目前 AI 我所看到，可能敢若一成会信的啦。当然，迄另外9成毋是讲完全毋对，我嘛毋知嘛，只是另外9成感觉。看起来向一看，感觉唬烂的成分较侪啊，而且 AI 佫有迄个幻觉的问题啊，所以变成讲伫看 AI 资料爱足细致的，爱足细致。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在谈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这。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那么感谢即个 Kit 哦，对啦，就是骨啊，骨团导和气团导安尼。好，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再会。
这个花是不是向日葵？确实，就是有些人会以为是向日葵的。菊花这个词其实就是树叶乱的缝隙洒下来的这个阳光。小路的一头，跟规摆露出你家己，各位后旁透出来，讲着相似的机会。其实我在事情里面，我遇到一个就是这里面有这个戒指，这个字是不是？它很应该要记嘛。我觉得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非常难讲。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中文的停止，它比较像是一种坚决的状态。但是如果说闽南语的这个字写法的时候，它是很温柔的诉求，就是我们可以暂时在这里先驻足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个什么事，就是海浪跟岸交汇的时候，它那个停止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字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美。台语有这么的美。我选的是玻璃西，西它最后那个结尾是一，所以感觉它那个一不就是很薄，那就是用那个语音，然后跟那个字那个力那个聚合，在形容那东西是很单薄的。可是我觉得说的很棒，就是他用一个很薄的东西去记载一个很深厚的感情。是，那可能就是真的画吧。我袂记看伊